今次屋主有一啲舊有嘅家具同飾物咧，希望佢裝修之後保留，希望我哋喺設計嘅時候可以配合得到咧呢啲物品嘅風格。呢一啲嘅物品咧，大部分都係啲中式或者古典嘅嘢嚟嘅，但係咧屋主又希望設計咧能夠呈現得簡約同埋現代一啲，所以我哋揀咗用混合嘅風格去做啦。喺 display 位置嘅附近咧，我哋都會加入咗一啲中式嘅線條同埋元素去配合呢一啲嘅收藏。而單位嘅間隔啦同功能規劃上面咧，我係想營造一種寫意嘅氛圍。另外，因為屋主咧比較少煮食，所以有條件咧做咗一個開放嘅廚房。我哋用咗一個中島去做分區。另外，電視牆我哋用咗一個中式嘅屏風間隔咧，去間咗一個多功能嘅區域出嚟，咁俾屋主放琴啦同埋其他收藏品，咁方便客人嚟到嘅時候咧都可以睇到。主人房方面咧，我哋做咗雙趟門嘅設計啦，節省空間。亦都擴大咗主人套廁嘅尺寸，令到可以同時有一個企缸同埋一個日式嘅浸缸。今次通過混合嘅設計風格可以反映屋主嘅個人經歷啦、愛好啦同埋收藏，亦都可以令到空間更加具故事性，同時亦都可以保留生活裡面嘅實用性。